佢個 steel 同埋佢個硬度啊，所有嘢咁都實夠硬淨啦，你唔會插得斷。咁揸落，即係佢雖然係話鬼佬設計嘅喎，佢又特登做得個柄幼翻少少咧，所以你控制上咧把刀咧，你要喐來喐去啊，咁好多唔同，有時 combat 中途嘅需要咧，咁佢都會好適合，即係把刀好靈活啊，即係所謂。同埋睇翻個 balance 把刀，佢都係都係中間偏後少少，咁所以呢把明顯一定係一把 combat knife 嚟，即係佢主要嘅設計。當然你可以 for utility 咧，你多用途，你行軍當中攞嚟切下嘢食啊，咁梗係得啦。其實乜都得，你戒刀都得。咁但係佢個主要設計目的咧，咁無可否認係一定係